用一個聖火靈氣嘅點化方式去同你做呢一個冥想點化嘅，放鬆身心就可以噶啦。咁啊，開音樂啦。OK，好，咁我哋開始啦。輕輕閉上眼睛，做幾個深呼吸，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懷住一顆開放嘅心，接受接住落嚟嘅點化。呢個係自愛靈氣系統嘅點化，這將會療癒你，並且啟動你使用自愛靈氣嘅能力。呢個係美好嘅一日，溫暖而晴朗。你正走在美麗森林嘅小道上。當你對住自己呼吸嘅時候，你亦都吸入緊森林嘅生命能量。每走一步，你都感受到地球嘅能量從你嘅腳底向上流動。當你繼續走，你注意到有一條路向左彎，你不由自主咁想要跟住呢條路前進。當你沿住呢條路走，你嚟到森林裏嘅一片空地上，空地中間有一座被柔軟嘅草叢覆蓋嘅小山丘。順住穿過山丘嘅小路，爬到山丘上。當你到達山丘嘅頂端，你瞓喺柔軟嘅草叢上，感受住你身體下邊嘅草地同大地，凝視着天空。你凝視住天空，睇到美麗嘅白雲。當你凝視住雲層，有一道美麗嘅光穿過雲層上嘅洞，開始照耀落嚟。呢一道唔係平凡嘅光，佢係嚟自最高天堂嘅光。光照喺你身邊，流入你嘅內在，令你充滿溫暖、安全、愛嘅感覺。當你凝視住光，佢會開始指引你，請跟隨住光，喺心入邊默念：我接受由樂器所發出嘅自愛靈氣點化，並容許我被點化至宇宙最高嘅自愛靈氣嘅頻率。可以喺心入邊再默念：我邀請並接受嚟自宇宙源頭一切關於自愛靈氣嘅智慧、真理、知識、理解與教學。
深呼吸，去接收、去整合今次嘅點化。然後用你感覺舒服嘅速度，慢慢返嚟當下，慢慢張開眼睛。如果有啲想法感受需要記低嘅，而家亦都可以花少少時間記低佢。咁我俾1分鐘大家。